坐低呢，呢個呢兒童時呢嘅搖搖樹啊，哇，好舒服，搖，搖搖搖搖，哇哇哇！工作上好大壓力啦，或者手頭上好多工作啦，咁咧就唔需要急住去做嘅，將佢咧斬件化啦，或者咧將佢定下目標，完成一小部分獎勵自己，跟住咧去游下水啦，焗下桑拿啦，或者去下短途都得㗎，咁去下深圳啊、福田啊、羅湖啊，將自己啦個壓力減低，咁啊務求咧令到自己工作效率提高。因為咧，我哋生活繁囂啦、繁忙嘅都市啦，尤其是香港人啦，個繁忙工作壓力好大，要識得點樣去調節、平衡自己嘅工作同埋生活啦。尤其是啲老闆、老師們，佢咧有排山倒海嘅工作去等佢做嘅，譬如出卷啦、改卷啦、諗題目啦、安排助教啦、安排課堂啦、安排課程啦、策劃廣告啦、排版啦等等，好多唔同嘅工作去等住去安排啦，人手去做啦，或者自己去做啦，呢啲咧都係我哋做老闆需要做嘅嘢㗎。老師亦都有老師嘅工作啊，所以身為老闆亦都係老師嘅我啦，責無旁貸啦。咁所以咧必須咧要懂得自己愛惜自己，懂得自己去調節工作同埋生活啦。分享大家啦 ，Dave Sir 啦嘅工作啦都唔比你係少㗎，你唔好以為咧 Dave Sir 好淨係教你哋咁簡單，或者你哋有咩功課唔識去解釋你嘅難題度。咁其實咧，我哋喺教你以外啦，其實仲有好多工作去處理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都深深體會到啦，你哋嘅 DSE 啦，你哋嘅校內考試啦，你哋嘅工作量啦等等，同我哋都係一樣係好繁忙，所以我十分之理解你哋嘅繁忙啦，理解你哋嘅壓力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英數樂咧就有見及此啦，就設計好多嘅減壓嘅工具啦，學習嘅工具啦，希望你哋咧可以喺學習裏邊咧可以減低你哋嘅學習上嘅壓力啦，從而啦提高你哋嘅學習效率啊。咁所以啦，你哋記住啦，唔好錯過，亦都唔好辜負 Dave Sir為你哋設計唔同嘅教具啦、課程啦等等。好啦，咁我哋喺課程見啦，拜拜。